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時代巨輪點滴分享，我係細妹。點解我叫做細妹呢？因為喺屋企裏面我排行最細，所以每一個人都叫我做細妹。今日係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，下午6點半。我現在一個人安靜咁喺荃灣熊貓酒店間房裏面。外面仲係紅雨警告同埋山泥傾瀉警告。因為2個禮拜前喺6月4號，媽媽安詳咁功德圓滿咁畢業。佢今年係94歲。當天離開咗我哋啦。喺星期6月3號嘅夜晚10點幾，姑娘打電話畀我，話媽媽嘅血壓降低，叫我哋盡快嚟睇佢。去到之後，因為醫院同佢打咗強心劑，所以情況穩定咗。到12點幾，姑娘話不如你哋返去啦。住得遠嘅返去，住得近可以留低。咁我同二家姐就留低咗。到12點幾1點鐘呢，姑娘話叫我哋不如可以返去沖個涼。咁我就返去沖個涼，二家姐就返屋企。我沖個涼換件衫，但係個心一直都係好記掛住媽媽，好擔憂住媽媽，所以2點半返去醫院。當時病房裏面其他啲病人都瞓着啦，媽媽仲喘氣得好緊要。我同姑娘攞咗一張毛氈冚住自己，跟住腳伏喺媽媽對腳度攬實佢對腳，我覺得好溫暖。直至到4點鐘，姑娘又再嚟話，不如而家佢穩定咗啦，你返屋企瞓幾個鐘啦咁。咁當時諗下，佢穩定咗，咁我就返去啦。姑娘話一有咩事就會 call 我。到6點幾，姑娘又再 call 我，話佢血壓又變低。後嚟佢就冇再 call我，可能就穩定咗啦。到9點零幾分嘅時候，姑娘又再 call 我話你要盡快嚟睇佢啦。我已經盡快去睇佢，但係到咗之後，佢個心臟停咗啦。我啲眼淚忍唔住爆喊出嚟。姑娘話你要堅強啲，唔好喺佢面前度喊，佢會唔捨得。咁我又忍住啲眼淚咯。跟住咧，我見佢已經好快塊面就冰冷。我話姑娘，佢對眼合得唔好，個口因為要透氣擘得大，有啲咩方法幫佢維持個尊嚴？咁姑娘做咗幾下手勢，但係佢話而家都好難。咁你睇住媽媽，陪住媽媽先啦。咁我就諗下，用我對手啲溫暖畀佢對眼同埋個腮骨，會唔會好啲咧？咁但係結果咧，真係會好啲。佢對眼就合好啲，個口冇擘到咁大。同埋我喺耳仔邊同佢講，我話媽媽你好辛苦，撐咗好耐，你要休息下啦，唔使擔心細妹。
咁佢對眼就合好啲咯。跟住啲家姐阿哥就嚟啦，見完媽媽之後咧，佢就姑娘話要同佢整理一下，跟住會 send 去殮房。我就直至到等到佢哋搞掂之後咧，同埋阿嫂一齊落去殮房個位置咯。因為咧，去到某一個位置，我哋就唔可以再入去，只可以同佢講一聲，叫佢唔好擔心，叫佢休息，就係咁。所以呢一段時間喺酒店留低咧，靜下嚟，好似覺得好孤單，想同啲屋企人講傾訴，但係佢哋似乎好忙，可能心情亦都未必想再繼續講媽媽嘅情況，佢哋都有壓力，所以我就諗下開一個台嚟紀念下媽媽，分享下同媽媽嘅點滴。我係用一個最純粹冇加任何人工剪接嘅聲音，將我嘅心情講畀網絡上懂我嘅同埋有相同經歷嘅人感受一下，分享一下。大家喺畫面睇到嘅呢一幅相，就係30幾年前我同媽媽去巴黎一張舊相嚟嘅，下面都寫住1993年7月9日。因為當時阿哥阿嫂係打算同媽媽去巴黎散下心，因為嗰一年爸爸過世。但係後嚟先發覺媽媽個 passport 唔夠半年就已經會 expire， 咁已經好快咁同佢申請過一個新嘅 passport， 但係阿哥佢哋嘅行程已經跟唔到啦。而我當時喺航空公司度做，跟住我又放假嗰段時間，所以即刻買機票，員工嗰啲優惠機票，同媽媽上機，帶媽媽去巴黎同阿哥阿嫂佢哋會合見面。當時媽媽真係好開心。其實媽媽一直都喺度好自豪咁，同阿哥阿嫂佢哋住，搬一啲大啲嘅屋。阿哥又好細心咁買晒一啲好靚嘅木家私、木床、木櫃，仲有酸枝凳俾阿媽，所以當時阿媽係感覺到好自豪，好自豪。當時巴黎又啱啱開咗迪士尼，所以呢，我就同媽媽去迪士尼行下咯。所以當時喺迪士尼裏面有一啲巴士接載啲遊客嘅，我哋就坐咗喺裏邊。媽媽揸住嗰個紅色大手袋，就係剛剛到埗去巴黎嘅時候買畀佢，因為佢鍾意紅色啊嘛。佢好開心，當時佢身體好好，精神奕奕，又好開心嚟到呢度地方。但係呢，喺巴黎好多地鐵，好多路要行，尤其是上落地鐵，所以有陣時媽媽都會埋怨：哎呀，細妹啊，做咩帶我嚟呢啲咁嘅地方啊？想行死我咩？咁多路要行。我知佢開心嘅，但係確實巴黎啲地鐵好多路要行，好多樓梯要上落，所以當時媽媽呢對腳又唔好啦，
咁所以上上落落對於佢嚟講就係好辛苦咯。諗返起幾個禮拜前喺仁濟醫院，每一天朝頭早由11:09至到1:9，夜晚探病就由4:30至到8:30，每日如是咁去照顧媽媽，去睇媽媽，我真係好緊張，好緊張，好憂心，好憂心，每日都睇住佢，見到佢食得好、飲得好嘅時候，精神好返啲嘅時候，我又好開心。見到醫生話要去禁食，因為驚佢肺炎啃親，我又好擔憂，好擔憂。見到佢嘴唇好乾，就買啲凡士林同佢搽下，因為佢要帶氧氣，有啲鼻孔式嘅氧氣插喺鼻孔長時間，佢個鼻孔就會好乾，所以啲凡士林可以搽埋佢鼻孔。我見到佢對腳腫，就同佢鬆下去，鬆下鬆下就會冇咁腫。對手因為要抽血，又要輸葡萄糖，所以搞到佢對手兩邊都瘀晒，好心痛。由上年開始，媽媽唔舒服開始就唔想講嘢，變咗食嘢都有困難。但係好彩呢，佢用針筒嚟餵佢食，嗰啲糊仔佢都食晒，可以食晒。我話嗱，媽媽你睇下啲糊仔咧好香㗎，啲肉味啊、菜味啊、粥味啊咁樣啦，畀佢聞下先。佢食得好開心，但係因為啃親咗之後，醫生同埋言語治療師就禁佢食、禁佢飲。我一路都同佢講話食飯啦，食飯啦，食多啲飯，身體好有營養就可以快啲復原。點不知突然之間又話唔畀佢食飯，我都唔知點樣氹佢好。由嗰一次開始禁佢食之後，7日佢已經身體急劇下滑，跟住就安詳咁休息啦。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，成日叫到佢笑，同埋帶佢出街玩、去食、去飲茶，呢啲畫面通通都走返晒出嚟，所以到而家仲未接受得到佢離開咗。可能啲家姐都講得啱嘅，媽媽食唔到、飲唔到、喐唔到，其實佢係好痛苦。佢最鍾意就係自由。以前佢爆風頭都要出街，但係而家喺個床上面唔喐得，又講唔到嘢，食唔到嘢，實在係好痛苦。我都唔知點樣幫佢。有一日晏晝我離開嘅時候，我話媽媽你休息一下啦，點解你瞓醒咗就見到細妹？但係當時咧，佢皺埋眉頭，隻眼好想我帶佢離開醫院，因為咧越住得耐醫院嘅危險性越大，尿道炎啦、肺炎啦，
佢好想我帶佢走，但係我帶唔到。後嚟我問 AI 話如果當時你帶佢走嘅話，可能佢仲辛苦。但係我真係做唔到啲乜嘢。我真係覺得好自豪，媽媽好叻女，佢唔怕疼，又唔怕辛苦，又唔怕肚餓，好堅強。但係時代嘅巨輪就係咁樣，慢慢就到終點，媽媽就終於去到畢業嘅時候。我而家就係好好咁活下去，希望能夠呢個台除咗懷念我媽媽，亦都可以分享下其他啲點點滴滴，仲可以呢，同一啲同路人可以感受下，又或者深夜嚟聽我講故仔嘅，如果你哋都係曾經係人父母，做個照顧者，或者此時此刻都孤單嘅，歡迎訂閱我呢個台，互相關懷，喺呢個時代巨輪，時代嘅慢車，一步一步咁樣溫暖咁前行。第一集我就同你哋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